网络顶悬卖厝的大门边啊，煞有免责声明，这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最近就有人发现讲，伫卖厝的大门边啊有免责声明，其实是一寡厝，其实已经早就卖出去啊。也毋过呢，中人为着要啥人来看，所以继续甲遮的相片也是物件搭伫网络顶悬。其实这已经是涉嫌违反广告无老实，上当会当罚30万。最近点开面册，有人会看到房中打出免责声明，强调家己牵的卖厝广告作废。也有安尼现象，或者是因为最近的检举集团针对已经成交的厝的大门，房中煞无落价广告文章，因为看起广告不实在，可能都被检举。彰化地检局表示，最近确实有收到检举案件。114年以来，类似的检举案只有2件，那2件都是没有成案的，因为通常陈情人都没有附相关的事证，所以没有开罚的状态。最近收到20多件的脸书广告检举案件，在我们受理查证后，只有10多件还有刊登资料，这些目前都已经发文请刊登业者提出说明，全案仍在查证的阶段，目前还没有对此案件开罚。不过，不少房仲犯了被检举的违反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，面临6到30万的罚金，各件文章删未了，拢发布免责声明。不过律师表示，免责声明无法度达到免责。有没有责任不是你自己说了算，因为你今天 PO 了这个广告上去嘛，你广告如果说这个房子物件已经卖掉你就要下架。有不少人好奇，为什么厝已经成交，不过广告却无提出来，专家点出关键原因。房仲呢，他可能评估认为说啊，这间房子虽然卖掉了，可是呢，它的屋况条件或者是价位条件非常的好，可以吸引客人，因此呢，才会持续的把它放在网络上。等到民众打电话来询问的时候，他才推销 B 物件。我喜欢的是这个物件啊，但如果他介绍那个还不错，会有考虑啊，但还是会觉得心里比较有点不开心。当然会生气啊，因为我看的是 A 嘛，那它的图片是因为图片吸引嘛，这个就有点像广播不实。新北地检局表示，若真是违法，除了依法开罚，也呼吁业者爱伫自由关照，防止无实在广告甲恶意检举，维护产业的事业形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